刚交往就被男友当街暴打。事发在17日，高雄日料店门口，郭姓男子与刚交往1周的23岁女友因故起口角，郭男竟当街暴打女友，把扫把打断，扯下女友内衣，恐怖情人般的失控行为在网络上全公开。事发在17日，高雄凤山一间日料店，昨深夜郭姓男子疑似因劝女友戒烟，女友不愿意，两人起争执口角，没想到郭男瞬间暴怒，对女生狂挥巴掌，连向前劝阻的路人都一起被扒。目前也有另一说法，表示女方刚交往1周就偷开车，结果被男生当沙包打。最扯的是，郭男不但拉扯女生头发在地上拖行，还强抓女生内衣，当众把内衣扯下来，还把身材纤瘦的女友抛空丢在地上。郭男还不解气，拿扫把追着女友痛打，狂敲背部、头部，直到扫把都打断了才停手。高雄警方获报后已查缉该郭男到案。事后，由于女方仅表示两人刚交往1周，因生活习惯不同，不愿意提告伤害，郭男被警方依妨害自由罪送办，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进行通报，而尝试阻止却失败。仅站在一旁观看的日料店员工也被网友批门口妹子被打不救，危机处理待加强，怒刷1星负评。